Leclerc 喺英國站奇蹟贏車，但呢場勝利背後其實本身就唔止係一個童話。Sprint 嘅時候已經暴露咗法拉利同比賽模式下嘅平治有幾大差距。本身正賽 Leclerc 同埋 Antonelli 係玩緊咩策略大戰，令到鹿仔長時間留喺第一呢？跟住亦都會講下 Leclerc 點樣由低迷中調整，最尾仲會同你拆解法拉利策略組將 Hamilton 個第二拱手相讓俾羅素呢個決定。我係阿 Ken，歡迎嚟到 F1 9 Up。我哋喺賽季期間會對 F1 各個議題作出深入分析，由比賽策略、車隊研發到場外政治角力，我都會利用數據同埋圖表輔助，同你逐樣拆解、逐格分析，用廣東話呈現車隊同車手之間嘅真實發言。如果你想睇 F1 睇得更加深入，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撳個鐘嘅搶先看。咁我哋咧就正式開始。喺星期五嘅衝刺排位賽 Sprint Qualifying， 最終竟然由法拉利嘅咸美頓做出1分28秒點376，以11/1000秒贏到呢個衝刺賽頭位，令到一眾人都大跌眼鏡，跟住咧個個都話我登喎。不過咧你睇晒呢條片之後，你發現咧呢壇嘢全世界都有份啊！咁上集咧提到話，本身 F1 車去到銀石賽道 Silverstone 咧最癲就係喺 Cobs、Beckett 等等嘅水平高速彎道咧盡有片，咁但係因為今年嘅賽車問題咧，令到咧賽車嘅動能受限。咁喺比賽週末之前嘅星期四咧，咸美頓就咁講：我哋會用晒啲電，呢條賽道得好少彎可以攞嚟充電，所以 MGUK 會喺一圈入面好大部分時間熄咗，而呢個就會係我哋最掙扎嘅地方。咁佢同時亦都話嚟到呢度咧，其實奪冠都無望噶啦。唔係話我冇信心，而係事實上呢度有好多長直路，我諗我哋喺直路大概輸緊0.4秒。而呢個差距好難靠彎道追翻。部車嘅底係好嘅，但我哋而家只能夠盡量發揮，爭取最好成績，盡量攞分，直到我哋可以收窄呢個差距。咁其實咧佢都所言非虛喎。見到星期六嘅衝刺賽，佢去到第8圈咧就俾後邊嘅安東尼利爬頭。咁淨係呢個畫面啊，大家都足以見到嗰個速度差距啊。咁其中呢個位咧，我哋睇翻 telemetry 可以見到咧，未入直路之前啦，呢條就係 Hanger-Swig 啦。未入直路之前咧，其實嗰陣咧你都見到冇電啊，因為你見到呢個加速嗰個幅度咧係差好多啊，同阿平治嗰部安東尼利比。咁但係咧，其實油係踩盡噶，咁你見到係純粹真係嗰個電能喺度啦。咁其中一刻咧，我哋可以見到咧，速度差距咧高達時速40公里，咁其實咧真係黐線嘅。咁之後咧，我哋可以睇埋衝刺賽嘅 gap 圖啦。咁呢個就係4大車隊8個車手噶啦。咁啊，另外首先咧就睇翻咸美頓同埋 Kimi 仔兩個之間嗰個 gap 圖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啦，自從第8圈爬咗頭之後咧，基本上咧一路咧就將個差距不斷咁拉開，揚長而去嘅級數啊。咁最後咧睇下喺一個相對冇乜車有壞車情況之下咧，各個車手嗰個配速實力。咁呢個都係4大車隊噶啦。咁啊，首先咧見到咧最明顯就係排頭位嘅咸美頓啦，而家跌咗去第2啦。即係個 pacing 唔夠快啦，個配速唔夠快啦。咁另外咧就係韋斯塔本喎，佢輸到咧0.9%。咁之前我哋講過啦，佢差唔多慢成1%。咁慢1%咧真係好慢噶啦。計翻條數啦，除翻咧即係平均每圈慢0.9秒。咁咧佢之前衝刺排位只係排第3，係輸咸爺0.321秒喎。咁睇翻咧，其實紅牛個 pacing 係仲大鑊過法拉利好多嘅。咁跟住排埋位之後咧，好多人都問我話，點解呢度啲車手排位同埋比賽爭得咁緊要呢？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排位係一個圈嘅啫嘛，你可以叉到夠電爆晒先開始個圈，一個圈入邊用晒啲電。咁不過呢，比賽係講緊喺咁多個圈之下你嘅電池管理。咁啱啱都講過啦，銀石呢度嗰個高速路段咧係極長，加埋咧好少一啲叉翻電嘅重剎車區，令到賽車根本未叉夠電又要拎翻出嚟用啦。咁如果本身架車回收電能嗰個能力唔夠，就會喺比賽嘅時候，即係成個電能需要持續不斷付出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唔夠電呢個情況啦。咁就會減少賽車用晒電池差距限額嗰個位啦。咁於是咧就係點解 FIA 喺邁阿密嗰陣淨係 cut 咗排位，賽車喺一個圈入邊嘅電能回收限制。咁就係等你做快圈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叉咁多電，就冇咗呢個誘因啊，去特登收油嚟到叉電俾你之後用嘅。咁不過咧，如果呢個限制放喺比賽嘅時候咧，就唔啱數啦，因為咧會令到賽車本質上就叉唔夠翻個電，應付咧之後不斷嘅電量需要。咁咧之後就到星期日啦。咁喺比賽之前咧，英國名汽車主持 Jeremy Clarkson 咧賽前就俾人揾到喎。咁有人就問佢啦，點睇陣間嘅比賽啦？咁佢就話：今日有啲難估喎，但係如果 Kimi 有個靚起步，我就搭直升機返屋企。
咁相信咧佢都留足咗全場啊，因為一起步過咗第一個彎之後咧，陸克萊啊已經排咗第一，咸美頓第二，本身排頭位起步嘅 Kimi 仔已經落到第三啦。咁之後咧，我哋睇下喺成個比賽當中，平治同埋快呢兩個車手嘅圈速圖。咁首先就粒點越高就越快就越勁啦。咁首先我哋可以睇到咧，紅色虛線嘅 Leclerc 就一直咧喺開頭喺有 Kinnear 嘅情況之下咧，嗰條黃胎咧就好快嘅，開頭咧就快過 Antonelli。咁但係由15圈開始咧，就同 Antonelli 比咧就跌咗鑊啦。咁就算呢架車油量當時係少咗啦，但係咧速度都冇快到，反而咧仲慢咗少少添。咁呢度就可以睇到胎耗加埋能量管理，快同平治比咧都係爭少少，但係咧就比星期六嗰個衝刺賽好嘅。咁於是咧快就安排 Leclerc 啦喺25圈入站黃胎轉白胎啦。一出到嚟咧，我哋可以睇下啲圈速咧，其實咧就靚仔啲嘅。暖胎之後咧27圈做到1分32.951，咁快同一個圈嘅 Antonelli 咧0.735。咁之後咧我哋再睇咁啱嗰個位個 gap 圖啊，咁睇下呢條線啦，呢條線咧就係20秒嗰個 pit stop 嘅距離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 Leclerc 換胎之後咧已經少過呢個差距啦，咁啊15至16秒不等。咁呢個就代表啲咩呢？咁其實咧呢個 outlap 咧就令到平治咧可以跌埋心水，叫 Kimi 咧盡量拉長第一個胎段，因為如果你跟住入去嘅話咧，咁就 commit 咗個 pit stop，咁你一定喺佢後邊嘅，咁就變咗得個跟字啦，咁啊冇着數嘅。咁但係咧，相信咧平治同埋策略組同埋車手咧心入邊都有啲數啊，知道條胎狀況咧就好好啦，所以叫 Kimi 仔直盤拉長第一胎段。咁你可以睇到啦，喺呢個段上邊咧綠仔嘅白胎啦，而 Kimi 仔未換胎嘅部分咧，即係呢段啦，呢段啦。呢兩格啦，可以簡單講就係、是，我哋可以見到咧實線湖水綠色嘅 Kimi 仔咧，其實嗰條胎咧嗰個胎號咧 keep 得好好嘅，嗰條線咧 keep 住咧係好平穩地慢慢向上升嘅，完全咧就見唔到有疲態喎。咁呢個時候啊，其實咧平治嘅策略就好明顯啦。Kimi 仔越遲換胎，佢就越可以咧喺換胎之後咧用盡條白胎。其實 Pirelli 咧賽前話咧可以用紅胎添，不過呢啲咧有時聽下就算啦，車隊唔用嘅嘢就。咁而點解可以用呢招就因為 Kimi 仔喺呢一段我哋見到保持到佢條黃胎咧，不斷拉長呢個胎段之下咧，圈速仲有翻咁上下。一換完胎之後咧，果然 Kimi 仔啲圈速就好癲，37圈做出1分31秒717，快綠仔1.672秒。咁亦都由本身36圈嘅落後7秒，追到40圈嘅3.66秒。咁其實以 Kimi 而家呢個速度咧，本身預計42、43圈咧就會掂到綠仔1秒範圍之內，有多0.5兆焦耳嘅能量回收。去到嗰陣啊，其實比賽咧就成10個圈，其實再加埋我哋之前喺衝刺賽都睇到啦。如果法拉利同平治鬥車嘅情況之下咧，好快法拉利就會俾人扯到斷電，可能咧就會向咗一啲好長嘅大直路度冇電啦，揸成40個 kph 嘅喎。所以咧，我哋會話咧，綠仔頂到 Kimi 贏到場車嗰個機會咧就好微啦。咁但係啦，點知我哋見到啦，安東尼尼喺個賽道上面咧突然間慢咗落嚟，我哋咧見到有部 Aston Martin 咧都過咗佢喎。咁跟住佢就喺無線令到話架車有啲嘢壞咗。咁之後咧車隊就即刻安排換胎啦。咁但係出到嚟咧完全都唔醒神啊，跣嚟跣去唔肯轉彎咁。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咩事啊。咁慢鏡就睇到其實咧賽車9號彎 Copse 出彎嘅時候咧，懷疑因為左轆啊上路波嘅震動令到左頭轆嗰個罩爛咗啊！嗰個罩咧係入邊咧就係有一啲剎車嘅導風管啦，咁令到咧賽車嗰個位嘅散熱同埋活動咧都成問題啊！其實一方面佢係壓住佢頂住佢喐唔到啦，第二方面就係令到嗰個位好熱啦，咁啊 cool down唔到，咁啊可能剎車都會好容易過熱啦。咁其實一出事之後咧，嗰一次換胎咧，車隊真係純粹同 Kimi 換胎嘅啫。但係咧呢個就好明顯唔係衰呢樣嘢啦，就解決唔到問題嘅。因為咧 Kimi 之前咧喺無線電路係話咧架車係爛咗，咁再加上如果好似羅素咁樣係胎漏氣咧，咁車隊應該一早會知道嘅，因為咧車上面有咁多 sensor 會知道漏氣噶嘛。咁結果就要再一次入站扯走爛咗嘅部分，但係呢個時候都知道咧賽車都發揮唔到最高嘅速度噶啦。咁之後咧安東尼尼堅持要留喺賽場上面完成賽事，咁都睇得出佢好唔忿氣，同時好想追翻任何成績翻嚟。不過隨住韋斯塔本賽車失控所導致安全車咧，令到呢個希望落空。最終佢以15名完成賽事。咁佢賽後訪問嗰陣咧就咁講：嗰一圈我可能碌路邊仲少過之前，但我即刻感覺到有啲嘢斷咗。本身我哋都唔知發生咩事，車隊一開始都喺度嘗試理解。我哋最初以為係前翼問題，點知原來唔係。我哋3場有2個 DNF， 真係好難接受，因為喺巴塞羅那當時第2，喺度我係準備去拎冠軍，我覺得我真係有機會準備進入攻擊範圍，真係好遺憾，我連試嘅機會都冇。不
不過都發生咗。重要嘅係我哋能夠強勢反擊。咁其實咧，賽車喺比賽期間有咁嘅損傷咧，都好明顯係車隊嘅責任啦。賽後咧 Toto Wolff 就咁講：呢個係我哋嘅責任，架車係唔應該咁樣壞，有啲嘢棘住喺頭轆嗰度，所以佢架車先至轉唔到彎。我哋會將成架車帶返工廠拆開，睇清楚喺邊度發生，點樣發生，點解會造成咁嚴重嘅後果。咁因為憑借 Kimi Antilles 遇上呢個賽車嘅問題咧，令到鹿仔咧最終避過一劫，贏得今場英國站嘅勝利。咁呢個係繼陸克萊喺24年 Monza 之後嘅再下一個分站冠軍，即係已經咧係隔咗成年幾㗎啦，亦都係法拉利車隊啦建立以嚟啊第250場勝利。其實大家清楚，如果平治發生一啲可靠性嘅問題，最終代到呢個冠軍嘅咧，都未必係法拉利。就算係法拉利嘅車手，亦都咧未必係由鹿仔拎到呢個冠軍嘅，因為咧之前鹿仔就陷入呢個低迷期。咁我哋睇下呢幅圖咧，就係紅色虛線嘅鹿仔今季以嚟同實線嘅咸美頓相比嘅各站配速同埋成績。我哋可以見到咧，佢由摩納哥站賽車因為安全車起步得太凍，導致佢炒車。咁跟住咧，佢之後下一站巴塞隆拿就決定跟隨咸美頓，使用總體嚟講溫度比較穩定，但係咧長期比較熱嘅 CI brake dip 同埋逼皮。咁但係我哋見到咧，翻到嚟歐洲之後咧，佢唔再好似季初咁樣5-5波嘅同咸美頓，而係咧明顯同咸美頓比咧係落後嘅。咁而近排嘅成績低迷咧，亦都令到佢受到好多媒體嘅批評。佢喺賽前咧有提過呢幾個星期咧，佢遠離網絡，隔絕外界嘅聲音。最近有好多負面聲音圍繞住我盡量唔睇手機，專注真正重要嘅嘢。因為喺呢項運動入面，你可以喺2日之內由英雄變成狗熊，又可以由狗熊變翻英雄，呢啲都會影響住你。其實我自己知道，我唔會一日之間就變成一個差嘅車手。問題其實只係要重新揾翻同架車之間嗰種感覺，部車改咗幾多嘢，而我要翻到自己想要嘅水平，需要嘅時間比我原本諗嘅長。咁同時咧，佢都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咧，就係佢諗方法咧，建立翻對賽車嘅信心，同時咧亦都係追唔上咸美頓對賽車嘅理解嘅。咁跟住我哋可以睇下咧，法拉利兩個車手喺成個週末建立出嚟嘅速度對比。咁首先呢度就係3節嘅衝刺排位啦 ，SQ123啦，呢度嘅速度升幅咧就因為賽道進化啦。咁所以咧去到星期6嘅正賽排位又重新建立過，所以咁樣跌咗落嚟再上翻去。咁我哋可以見到啲咩咧？首先就係咧星期5啊，都係咸美頓勁啲啦。鹿仔咧，尤其去到 Q3 嘅時候咧，差距就擴大，相比嚟講咧，輸嘅幅度係多咗嘅。咁呢個都有好有可能咧，就係因為佢信心問題影響咧，喺到最重要嘅時候啦，佢發揮唔到嘅賽車。咁但係一去到星期6咧，佢就改變咗啦。星期6正賽排位就擺明咧鹿仔強啲嘅，同埋咧相比起昨日咧成績差啲嘅咸美頓咧，就冇因為入咗 Q3 而擴大咗個差距。咁其實喺排位之後咧，Leclerc就講到咧，佢喺之前嘅星期5晚面對一個抉擇。咁首先一係咧就要改變自己嘅駕駛風格，去複製咸美頓最近做到嘅嘢。咁一係咧就嘗試將法拉利嘅設定帶到一個位置，令到自己可以繼續用最自然、最本能嘅方法揸車，而唔需要咧因為咁而付出代價。咁佢排位之後咧就確認，我揀咗第二條路，亦即係堅持我知道過去有效嘅方法，然後嘗試透過架車同車上可用嘅工具揾方法解決問題。咁其實啊，Leclerc本身嘅駕駛風格咧係比較進取嘅。過往咧佢可以靠一啲好進取入彎啦，同時踩油門同埋剎車嚟到咧壓住外側輪胎，等佢撈多啲重力，做出一啲好神奇嘅排位圈。咁不過咧26年輪胎窄咗，下力少咗。同埋咧高度受電量影響呢個 PU 啊，令到佢覺得咧好難將成件事砌埋一齊。咁首先我覺得佢最尾咧係揀啱條路啊，因為死跟隊友嘅話咧90%就含嘅，因為呢個唔係你本身嘅方法嚟噶嘛。你點跟啊？首先唔會100%啦，即係你唔會快過你隊友嘅，反而咧只會越嚟越迷失。而佢咧只係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就 pick up 得翻啊。咁作為佢支持者咧，都希望佢未來咧可以繼續好心態同埋好狀態啦。咁其實法拉利成個比賽週末個速度咧，令到法拉利自己咧都感到意外喎。咁 Leclerc 賽後就咁講：嚟到今個週末之前，我記得星期4開會嗰陣，我哋大概覺得自己最少會輸0.5至0.6秒，但結果好過預期好多。今日仲贏咗添，我覺得今個週末對成隊嚟講都係一個特別大嘅驚喜。唔單止係今日贏車，而係整體表現，我哋比自己預期快好多。而我覺得就好似差過預期嗰陣，我哋要分析一樣，當好過預期好多，
嗰陣我哋一樣都要分析。咁其實呢個就係 F1 嘅老生常談咧，就算車隊無端端好意外地表現好咧，但都要盡快知道翻自己點解快先得嘅。如果唔係咧，就好難去繼續建立速度噶啦。咁最後咧都同大家分析一下尾段呢個安全車啦。喺47圈嘅時候，韋斯塔本入 Stowe 灣嘅時候，尾部再次出現不穩嘅問題失控。咁其實咧今次係第2次啦。不過我哋之後先講韋少啦，因為呢幾日咧就真係傳聞滿天飛嘅，同埋咧呢單嘢其實都係算一個啟示啦，就係講緊可能佢同紅牛嘅內部關係啦。咁不過我哋可能收多啲風再喺下次再同大家講，因為呢幾日相信都好多消息傳出嚟，但係我又唔會覺得咧喺暑假之前咧會有咩重磅嘅消息確認到俾大家嘅，就係咁啦。而呢個意外咧令到韋少架車咧喺沙地度走唔翻出嚟咧，最終咧導致安全車。咁之後嘅嘢大家都知啦，多部賽車入站換胎，包括2部法拉利咧都換咗舊紅胎啊。咸美頓咧就喺48圈白胎換紅胎啊。咁但係咧出到嚟之後咧，咸美頓就俾羅素爬咗個頭喎。咁最終亦都因為咁咧，賽事以安全車完結而跌咗第2。咸美頓由第2變到第3，痛失3分咧。可能咧就因為法拉利件平治咁慘啦，咁首先第一就係 Kimi 咧斷咗呢個轆冚啦，搞到入多次入站冇晒速度。羅素太耗披勝咧，同 Kimi 比差之餘咧，仲要發生漏氣入多次去。咁啱啱咪當然係講笑啦。不過咧，如果要重新睇翻呢個策略決定判斷法拉利有冇做錯咧，首先咧都係要講句唔好倒果為因，即係咧我哋就唔知道咧安全車一定會行到完場呢件事。當時我哋只係知道啦。架車咁樣擺咗喺沙地度咧，會有一個維持幾個圈嘅安全車，車隊就要為如果安全車重開，幫夏米做一個對佢同埋對車隊都係最好嘅決定。咁我哋要考慮啲乜呢？其實可以考慮因素有好多啊，但係首先咧，我覺得我哋可以咁樣諗，第一就係咧有冇必要換。咁我就可以睇啦，預計會有幾耐安全車先，咁我哋咧就可以估算餡爺要守幾耐啦。咁首先我哋諗啦，韋少部車喺碎石區度拎翻出嚟咧，都講緊1-2個圈嘅事。咁而喺比賽尾段咧，賽會又要等clear 晒啦，先會安排一啲俾人 lap 咗嘅車咧，再兜翻出嚟嘅。咁計數咧，即係至少玩3個圈。而嗰陣咧，其實比賽已經得翻3至4個圈啫，所以餡爺咧點都係可能守1個圈就得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如果唔換胎就會點？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下大家啲胎咧係咩景環啦。咁咧我哋就可以用咧換胎之前2個車手嘅圈速嚟做估計啊。睇到圈速圖咧，其實我哋已經見到啦，出現咗一個樣嘢叫做黃金交叉，即係咧本身啊喺安全車之前啊，羅素嘅圈速咧由本身快過餡爺變成咧慢過餡爺。事實上咧，羅素成場養胎嘅能力咧根本就唔可以同佢隊友 Kimi 仔比。咁點解法拉利啊要暴露自己跌位置呢個風險入嚟咧？就算有一個圈鬥車，都唔擔保可以爬得翻頭噶嘛。咁我當法拉利諗好啦，就算咧換係好啲嘅，咁我哋都要諗條件上容唔容許換噶。咁呢樣嘢就好緊要啦，就係睇下後車距離爭幾多啦。咁我哋首先就睇翻 live timing 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啦，咸美頓入去嗰下咧，羅素喺佢後邊15.4。咁事實上咧呢個位就好問水啦。咁但係佢哋咧都仍然做呢個決定，明顯咧就對安全車期間個 window 咧呢條數唔準啊，甚至係冇。咁因為我覺得呢啲咧，你比賽之前係應該要有嘅諗辦法計出嚟，我覺得係嘛？因為咧睇翻成個對咸美頓嘅 pit stop 咧就係冇乜阻滯嘅，但係咧都蝕咗個位出嚟俾人喎。咁其實所以講到尾咧就係法拉利其實根本上發生咗一啲思維上嘅錯誤啦，可能有一啲陰影啦，令到佢哋咧好快咁樣作出啲決定啦。而今次呢個決定咧好明顯係錯嘅。OK， 咁賽後咸美頓就提到咧佢成個比賽遇到咁多嘅麻煩事啦。我頭翼教得太少，搞到瘋狂推頭，又偷步俾人罰。今日有好多嘢學到，我哋會繼續行。咁賽後記者會亦都咧有記者問咸美頓啊，安全車之下入站換胎有冇後悔咧？係咪應該留喺場上保住第2咧？咁佢就反問啦，有咩分別？咁記者就話3分咯。梗係啦，車隊叫入站，我以為入站之後我哋都會保住位置。如果佢哋同我講你入站會失位，我就唔會入。咁其實咧，所以我簡單最尾俾個 verdict 就係可能咧，佢哋太過吸取22年喺英國站嘅教訓啦。
甚至咧少少可能陰影級數添。加上咧車隊就可能冇一個新一代賽車喺銀石賽道咧嗰個 window 位啊，或者係唔準啦，導致做咗呢個決定。因為咧冇可能無端端俾個位人嘅，而且我都見唔到一個好大嘅需要係換胎喎。因為安全車喺比賽咁後段嘅時間出現咧，就應該睇實呢個 track position 先啦。何況咧嗰個 tyre delta 咧根本就唔大，所以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去做呢個決定啊。我諗佢翻去真係諗下，好好諗下咧，佢成個決策嗰個 process 啊，究竟經過啲咩人啊，咩先咩後咧，係咪先？會唔會係調轉咗咧？因為如果你好似我啱啱講咁樣咁諗，你係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喎。嗱，你首先諗咗就係有冇需要換先，擺明啊佢未入去之前啊，羅素嘅圈速已經慢緊啦，咁你驚佢做咩？你驚佢有牙咩？大家都係舊胎嚇，佢舊黃胎，你舊白胎，係咪都冇乜所謂嘅？其實係咪先？都用咗一段時間嘅胎，咁你睇到個圈速你都冇着數，你就算跟到埋嚟啊，安全車起步啊黐埋嚟都唔見得有着數㗎，唔係睇顏色嘅啫嘛。咁有時都要睇下佢條胎用咗幾耐㗎，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講唔通咯。咁所以我最尾嘅睇法就係啦，法拉利再次就表現咗俾大家聽咧，一架車隊啊，就算咧幾強都好啦，即係有好多嘢咧係需要做好先能夠爭到世界冠軍嘅。咁而法拉利暫時咧都未喺呢個位置啦。咁到最後咧都要多謝翻咧今期我哋支持緊 F1 9up 咧呢個台嘅會員啦。首先就多謝機械士嘅朋友啦，就係 I Go to School by Bud、LC、Dicky Chan、Adam 姐、C Ho Ma、Garjun Ho 同埋 Hello L 嘅。另外咧更加要多謝策略師嘅朋友啊，因為老實講呢個會員咧係啲貴嘅，包括咧 Jackie Lee 同埋咧 LH44。8屆世界冠軍，即係咸美頓拎8屆嘅世界冠軍啊！咁啊真係多謝大家咧一直撐住我哋呢個廣東話嘅 F1 分析台。咁你哋嘅支持咧，對我做更加多嘅數據策略分析技術片同埋直播咧，都真係好緊要啊！咁啊，亦都再次提下大家啦。喺比賽嘅時候，我哋固之然會有直播啦，同大家一齊睇啦，一齊講下啲技術啲嘅嘢啦，可能講下啲策略嘅嘢啦。其實最主要想講策略嘅嘢啦。咁另外咧，亦都會有9up星期5啊！咁如果歐洲賽站咧，就會睇練習2啦，又或者係咧變 weekend 嘅話，就會睇呢個 Sprint Qualifying 啦。咁啊，另外咧就嚟緊條片咧，亦都打算講咧紅牛嘅問題啊，紅牛同韋少嘅問題啦。最後咧，如果你睇到呢度，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啊！咁啊，多謝大家，咁啊，拜拜。